后来过来，这件是进前有发生一件真轰动的案件，一个姓廖的嫌犯安排一个大学生双脚浸干冰受伤，然后锯掉，两个人联手要来诈领到保险金4000多万，但是无成功，各方判刑。讲这个姓廖的嫌犯，2022年有帮助另外一个吴东岳做过火的仪式，想袂到煞害对方烧甲重伤。保险公司认为对方是刁故意烧家己，无愿意来理赔。吴东岳怎去告？法官认定这是突发的意外，判这个保险公司要赔604万。查甫人倒伫两层红送去病院治疗，因为伊规身躯有真侪烧烫伤。穿乌衫的查甫人是伊的同学，伫咧边仔关心状况。不过，这两个人煞互保险公司怀疑是联手要诈保。穿乌衫的查甫人就是北风洞转台打拼长期诈保案的廖姓主嫌。当时张姓大学生伫咧伊的安排之下，互人长期。两个人想要诈领4000多万的保险金未成，各方判刑。这呢拄好，伊的另外一个同学嘛意外烧烫伤。互吴姓查甫人烧烫伤的，就是人工电图的碳化卡路橡木，接破水果担摕来温水果，嘛接发生火灾。伫咧2022年7月，当时吴姓查甫人讲，互乌道迫害想要解温，廖姓查甫人就替伊做过火仪式。吴姓查甫人跪伫咧电图顶悬，用火枪点倒，造成伊规身躯54拍293度烧烫伤。不过保险公司认为，房间内底阁有真侪高度火的物件，点火时伊面阁笑笑，而且投保无偌久就出代志。当时在场的廖姓查甫人，阁涉嫌诈保案，就拒绝赔偿。不过吴姓查甫人讲，身躯顶有高度火物件，阁有电图，拢是同学提供的，伊嘛无清楚电图的危险性。法官嘛相信伊的讲法，认为是意外。它只要加水，遇到水汽或水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化学物质的乙炔可燃性气体，而且点火燃烧速度很快。本件法官认为，并没有证据证明本件被点燃的电土是行为人所购买，而且电土遇水会产生易燃气体的化学特性，也不是行为人事前已经知悉。法官认为，保险公司无法度证明吴姓查甫人是挑工烧烫伤，涉嫌诈保案，算是意外。判决保险公司就要赔专业604万的赔偿金，专案阁会当上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